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 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 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道脚脚黑，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大魂。 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的梦醒。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忠心坚强免搁想想多。 袂停，感觉世态，伊煞经常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卖，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身边你最美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 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 幸福快乐，做美托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 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 踮伫咱的梦
卡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学爸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伤多。大家午安，今天是软烂的猪猪，舍弟奇姨妈准时来报道了，兄弟们。对，而且喉咙也还在复原中哦。大家晚安，大家好。不过好险啊，喉咙状况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恶化。对，我原本想说。前阵子好像好一阵子没有感冒的，我会不会又怎么样的？对，不过还好，感觉这2天观察下来，休息的有充足的状况下，很像没有这么严重啦。希望不要再恶化。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啊！等一下，对不起，我一下又有什么没有关？等我一下哦。等一下齁，好，谢谢薄荷。听说出国了是吧？我们薄荷这次是去什么样的地方啊？对，暑假出去走一走很赞的。然后今天猪猪软烂的跟大家聊聊天哦。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唱歌，对。而且我周表其实很像也用的差不多了，不过有一些行程待确认，所以我就一直还没有放上来这样子。对，可以殴打感冒吗？可以，请务必帮我殴打它，然后让它变得虚弱，让我的免疫系统超人可以变得非常厉害这样子。谢谢关心，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有稍微趋向好一些，可是又不敢有把握。对，毕竟姨妈加持，免疫系统就是会降低这样子。对。好老师这个月初见哦，的确8月份的初见哦，8月份猪猪算是8月份的第1次的开台，的确是，最近你这边新冠又出现不少，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前2天感觉有一点感冒症状，我的头感冒在烧，我的烦恼是 COVID-19， 我想说买吧，过来啊，但是又觉得说之前就是有中过嘛，多少会有免疫力，然后猪猪那时候疫苗其实该打的也都有打，对，好像也该补打了啦，对啊，总之那个时候就想说拜托卖变伤严重，对，因为我8月的时阵真的是就没用诶。听说就是8月就是各种扛的8月1号先生出现了这样。啊，福岡県に行ったんだ。いいな福岡県が。懐かしい。就我记得最后一次到福冈很像哇，也在800年前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大3去交换学生，好像要回到台湾之前的前几个月，有跟朋友修究，大家一起坐新干线到福冈一趟。哇，那趟旅程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好怀念哦。水灵宝贝找到斗内大，我目前还在找就是半年的大佬，半年的大佬目前没有我看不出来那个名字是谁，可能等到明后天猪猪的声音比较恢复了，然后明后天就是猪猪比较有动力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但是明后天搞不好，对，因为姨妈基本上明天应该是会更加的剧烈，对，所以等到我礼拜3、礼拜4稍微姨妈差不多要远行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
好好的捕捉一下这个半年大佬到底是哪一位。我自己心里面大概有底，大概有2-3位，大概可能是那2-3位的方向，对，但是我现在又还不确定这样子。Kiwi いらっしゃい，你好，初见安安，然后康当哥いらっしゃい，然后800年前那个大概有4200岁去的，没有错。有没有可能那个是半年的大佬？是呢？对，他话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觉得没有错，一定就是那位半年的大佬。猪猪频道常这样子就是对，一定就是那位，但是始终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位。没有可厉害我们今天看到好喝的牛奶出现了，牛奶谢谢今天也过来找猪猪，我快点牛奶，我就刚刚就喝假牛奶好喝啊，就莫名扛上了所有。8月1号先生，没办法，您的8月来了，您只能扛下所有了。对啦，卖下你要委屈啦，我不要这么委屈啦，扛一下啦，对，算是帮猪猪扛一下。8月好多行程而且8月猪猪跑台北、跑北部的行程也还蛮丰富的，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行程这样。劲爆的话，我觉得他倒是不在我的声音名单里面，因为劲爆之前对不起，他之前很夸张的就是在好像短短3个月还是短短半年直接加了3年份的高阶绿界高阶的，对，直接就是一批都是45600 45000对，45600，我有算错，对，就是分3次的45600，所以他的扣打到现在还没用完他扣打到现在还没有用完，我就想说应该不至于是他，对，但是如果我真的到处找不到的话，搞不好还是会继续从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怀疑下去这样，然后自己是已经有87%的答案，等一下为什么他会知道，然后我不知道？明明后台名单是在猪猪这边，为什么反而是他娃那边会知道？住在马来西亚就比较聪明是吗？住在马来西亚混的，我们冲绳血统就比较聪明是吗？梦游离合不会知道，不要这样，不是我们上下的那个福冈华侨，对，您现在是福冈华侨，对，也非常非常的尊爵不凡薄荷。咸丰兄弟就是这一位吗？咸丰兄弟，您是来过来帮我搜寻哪一位大佬犯人，然后又加了就是高阶一次加个半年，然后对怎么找又找不到的朱迪卡，真的很需要协寻一下犯人8月1号先生，对，麻烦您从现在开始再扛个27天，对，不好意思，还要很委婉的说不好意思，你再扛一下，谢谢。4月多久到吗？我也可能是4月3年的。你有多猛？我在朱迪卡频道一口气绿界4月3年高阶会员，超猛。对，就是这一位香，是不是谢波兄弟，就前2天感冒啦，但是还好喉咙状况没有想象中严重啦，所以我现在还是可以轻微的聊天一下，但是我觉得唱歌起来会很破，所以不行，今天不能唱歌。我今天就非常非常的诚实跟大家说，我今天就是聊天，开心吗各位？我今天就是聊天。他总的写麦杯猪猪讲乐插拔，是不是？原来有乐插拔这个形容，有这么热插拔吗？如此的乐插拔是不是？好，不愧是我们百搭他哇，这样子，好冷别理你吗？不会啦，幸福兄弟，我看得懂，好不好？好了，美好的礼拜一，然后加上猪猪姨妈报道，然后又感冒，对，所以可能我们今天就轻松的聊天就好了。然后因为8月份有蛮多需要用到喉咙爱用的拿熬的活动，我爱乖乖，所以我今天尽量不要开太久，就再聊一下。我们最晚1点半、2点，差不多就去休息。差不多，对，那时候看一个总控嘿，但是迄当中我感觉我的脑嘛是佫会当讲几句话，咱佫来继续讲，反正就是洗稿洗板凳，就那个时候再看看这样子。
然后谢谢牛奶先生，我现在就是乖乖的，我先不唱歌，然后也尽量的轻声细语。还好姨妈袭来，我也必须要轻声细语的讲话。对 ，OK， 然后他可以你好安安，那目前呢，英文应该是哈，在某个少数面线群聚的地方看过。所以并不是我们啊啊！等一下，为什么套娃摸得出来？为什么？我靠，套娃这个有点厉害耶！什么？一包乖乖，谢谢哈密瓜先生一包乖。是哈密瓜先生，我觉得这包乖乖应该是奶油椰子口味的，因为是哈密瓜先生赞助的，绿绿的哈密瓜先生赞助奶油椰子口味，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对不对？谢谢奶油椰子乖乖。对，那相信我们今天的配型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顺畅哦。真的假的哇？所以并不是啊，所以是我比较不熟悉的大佬面线吗？不，完蛋了！我觉得啊，那我跟我想象的那个啊，跟我猜测的方向不一样了，完蛋了！我觉得我要找不到人了。哎，那个半年大佬，拜托出来承认一下，不然我不晓得要把这个福利要给谁，救命！我只能囤在我这边咯，你们自己加了自己不承认，只能先囤我这边了，我不管咯。这次感冒真的很难好哦，牛奶先生你也是吗？猪猪是刚感冒不久，我希望这两天可以快点，就是吃药快好，只能先好好休息，对，多喝温水真的有用，也不是跟平常差不多吗？对，我说不好，你在福冈你就好好的旅行啊。我们像这个福冈华侨，我们茂薄荷先生，请你好好旅行好吗？你在福冈有力气凑猪猪。至少23号给彩彩扛吧。哦，听讲迄个彩彩生日就是这个月23，对，我知影23就是伊的生日。嘿，扛啊，当然是给他扛啊，扛爆啊，是不是？8月1号先生啊，GW 先生伊拉塞，好，听台等午休吗？欢迎，今天猪猪。我真的没有封面假期，我真的不唱歌了。我今天好好让喉咙休息，很想念大家。对，我们今天好好的聊聊天。然后这位是静熙，你好，嘿，我会加油，嘿，我这么感冒啊，不过应该是无啥严重啊，嘿啊，加啉寡滚水应该就，嘿啊，会豆豆啊好起来，看来是没办法了。行不兄弟？你现在承认一下，你就快点把您的那个收件地址私讯我，然后我们就结案了，这样子。哦，不用找啦，大家可以回家啦。原来是咸丰兄弟，哎呦，搞我们家案内咸丰兄弟隐性大佬这样。现在是你们可以蹭到免费半年高阶会员的这个福利的最好机会。反正那个大佬不承认，你们就是那个谁承认我就结案了，谢谢。你当时感冒，全身哦，看了医生，吃了药，感冒3天好。Oh my god！ 你这个部分肺的部分感觉 COVID-19 了是不是？又是新冠了，辛苦了。所以感冒3天好算很快了耶，但是肺部的部分2个礼拜，说真的也很快嘞，牛奶先生，因为你常喝牛奶嘛，所以你算是很强迫的身体耶，不是强迫，我在讲什么？强健的体魄，简称强迫，很强迫的身体。等一下，你算是很强健的体魄，简称强迫的身体，这样。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COVID-19 的话，你感冒3天好，然后肺部机能花2个礼拜就恢复了，已经算是天选之人了吧？有些人感染 COVID-19， 哇，整整拖了好几个月，然后好几个月好了之后，但是肺部的部分整整花了半年才完全修复完成，这样子，真的半年。冲猪猪背后力气，谢不好，感谢您就是跨海的关心，朱迪卡倍感欣慰啊！好，吉瓦莎你好，你好。对了，大家那个7月份的表单猪猪已经整理好了，对，然后谢谢大家
持续的支持。我们一转眼表单已经来到了8月份了，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填了。嘿，就是航吉妈桑的大家的我都已经整理进去了，谢谢，就是已经持续支持我们这一档文化部爸爸赞助的这个企划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转眼来到最后1个月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真的。8月23必须更加猛烈，是不是？好，我只能说，这次才不愧是您各位的团宠，这样。汤姆先生你好，谢谢，我也保重啊，嘿啊，这个迪亚也保重，会不会被通缉？有可能哦，如果那位大佬再不出声，你可能就变成戴罪羔羊了。有点害羞，可以喊是你吗？汤姆先生，你现在喊了，我真的会，相信啦。我现在真的就是捕风捉影阶段，真的，对。我们像牛奶先生有非常强迫的身体，强健的体魄，简称强迫，很强迫的身体。哎呦，姨妈来了，又感冒大脑不中用了啦，让我稍微就是造一下新词哦。对，强迫的身体，然后都会变成是这样。对，这是水灵宝贝，对，水灵宝贝，你的选字完全正确。不知道是不是确，但是快筛阴性了。好，只能说像 COVID-19 有些搞不好塞也塞不出来，就很尴尬。对，就变成一般感冒处理这样。那是一种强迫症吗？也是有可能。我真的觉得跟你们讲干话真的好舒压，好喜欢哦。强迫身体，让他理解谁才是身体的主人。没有问题。汤姆先生你好，美瓜8月23号泡。我觉得会不会变成了就是国际蜘蛛什么日的什么823炮弹日，国际蜘蛛823炮弹日，起源于就是本频道某一只踩在台前走之类的，让我们大佬群起公愤，不得不送他生日快乐跟上几个欢纳会一档去有个真的是一个鬼两个安呢。本日金句强迫的身体，谢谢本频道的水灵宝贝，我们的金玉良言都让我们的水灵宝贝扳手所做记录了。雅晨23个月主宰专员，谢谢你雅晨，我会记得这个月是你的生日对不？我记得雅晨也是8月的生日宝宝哦，我记得8月的生日宝宝其实还蛮多的。我记得雅晨没有记错的话。真的811是我们雅晨的生日，对，谢谢寿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真的逐渐破病然后声音可能你们听起来并没有特别的不一样啊，对，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声音状况其实不太适合唱歌，对，所以薄荷怎么会说出那么公的话？我觉得去福冈不一样，你知道吗？出国就觉得说换一个人设，真的耶，超啊！这不是大的福利小福利吗？这只猪，这是泡泡软蜡猪来坑它，应该好玩吗？怎么哪里好玩了？我这里这么精密概念的台，到底哪里好玩？对不对？福利小福利，福利小之前。赠送我们团队的2颗蛋糕即将在8月中旬，我们已经约好我们的迫害蛋糕剧了啊！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非常感谢福利熊的恩典，全部都是福利熊的恩赐啊！福利熊谢谢你。对，虽然说可能有些成分对于本团队而言会非常非常的惊吓，但这就是我想看到的。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我好欣慰。国际猪猪碰碰日吗？我记得之前在我们 DC 有收集了一整年的，就是猪猪国际什么猪猪日，什么什么国际什么猪猪日都在 DC 里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对，基本上一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但一感冒塞不出来。我跟你说，一年打了3剂疫苗的关系，我就说因为你有强迫的身体嘛，牛奶先生太强迫了，懂吗？多喝热水，汤姆先生这真的对我有用。11号给雅晨考吗？所以是11号一些考试工作又倒霉受伤，事情一堆又要考试，工作又倒霉受伤，总之
好事情一堆，然后又要应付考试，但是工作又倒霉哦，工作又很倒霉，又受伤，哇！我解读出来了，雅晨，好啊，就很可惜，因为猪猪刚好7月份的回馈就是猪脚面线跟猪脚馒头可以让大家转运一下，对，但没关系，雅晨希望一切顺利，到8月生日寿星最大，相信会好转的，好不好？你也辛苦了。然后执勤的时候开车也都小心，好不好？然后受伤也祝你早日康复。不是本来想等一下，不好说自己是狗哦，这大概就跟朱蒂卡说自己很痛一样的道理。哇，怎么会这样？他回来就该还债了吗？薄荷要还什么债？福利熊，薄荷要还什么债吧？他有皮什么债吗？哎，薄荷，你还什么债啊？哦，好想吃瓜啊！薄荷，我等一下啦。原来是这么多纪念日。是的，汤姆先生。对啦，我现在才看出来，因为姨妈来，她影响到我的专注力了，她把我专注力都抽走。其实猪猪在出道以来，面生们跟猪猪玩了很多国际猪猪什么什么日，对啊，但是就是一旦玩了的话，就是会动用到大家的可能抖内之类的啦。然后其实每次要玩的时候，我都会担心说，不知道大家压力会不会很大啊，有没有办法解锁啊，然后效果够不够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我记得有一整年度是整整玩了一整年。嘿，然后之后渐渐的，就是猪猪这边活动还有合作也变得多，然后活动合作一旦变多，就可能会有一些娱乐费用的产生嘛，例如说啊，要请大家投递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周边，投递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募资，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些可能国际猪猪什么88日什么之类的，我在这2年的确是比较少去进行，对，因为想说就是有更大的活动要去跑的话，担心那个什么国际猪猪88什么日的话，担心大家反而变成一个变相的压力啦。对，所以在这2年比较少提这样子。但是如果当中有几个你们觉得比较有兴趣的，新观众想玩看看没有玩过，对，我们也可以看看近期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让大家可能不管大额小额玩起来都比较不会有压力的对不起，卡痰。主要是玩得开心最重要啦，对，主要是希望大家参与的开心，就是我觉得猪猪开台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对。然后我哪有笑你薄荷？我觉得我分析的很精辟啊，薄荷，对不对？在福冈的你，开窍的你，不觉得我分析的很精辟吗？对不对？当时有我们的是莫西大学姐，只有她现在太忙了，对，我们莫西大学姐。那个在我们线下一拳特点怎么样都不跟我认生的不跟我认生这个词句对吗？不跟我相认，但是很像不是认生。等一下，我现在的词汇完全被完蛋了，我现在的词汇完全已经被破坏掉了，完蛋了。好，不管，对，那位怎么样都不敢跟我认亲的布鲁斯大学姐，莫西也好，布鲁斯也好，初号机也好，怎样都好。讲那个什么布鲁斯，我怎么认得出来？然后问水灵还赶不出来啊？什么？水灵宝贝，水灵宝贝怎么了吧？宝贝，请问薄荷要还什么债？什么啦？我想吃瓜。晴天厉害，我只知道水灵宝贝，水灵宝贝8月也即将毕业了，也谢谢福利熊的送暖。福利熊啊，去年在水灵宝贝生日的9月也送宝贝一颗好暖心的蛋糕，一转眼又1年了，救命！对啊，水灵宝贝是他的高阶会员福利由福利熊送暖，真的是福利熊到处送暖。然后水灵宝贝也即将在8月领最后一次高阶会员的回馈，就要迎来毕业了吼。猪好厉害，如此精明干练，看以后打字表现请好好选字。我除了很容易看错字、看错行之外，还会看相反哦。你小心哪一天我会把你叫成陈雅哦。认生，等一下，不是他话不是你应该懂我想说的。等一下，催婚是催婚刚是完蛋了，像脑子完全不灵光，完蛋了。
是不是切坏错？好了，我像是条文输入法啦，我这样切回来好不好？嗨 ，Case 阿丽达呀，我不爱加葡萄瓜啦，因为不需要。我知道葡萄干可以补血，可是我可以吃猪肝，我可以喝葡萄汁，但是我可以不用吃葡萄干，谢谢。妹婆爸爸你好，感谢爸爸大佬坐等毕业。对，就一转眼，闪灵宝贝8月底我们出完我们这个月的棺材板就要宣布毕业。我们这个月是棺材板好期待哦！我们天总还在思考说，到底里面是否要加一些奇怪的东西，但是目前已经确定，这个棺材板里面啊，这个浓稠的这个馅料啊，一定是会有芋头跟香菜的这个部分啊。对，至于要不要加上葡萄干，我依旧是等待天总的吩咐。对，就即使他想加葡萄干没关系，我只要不要试吃就寄出去就好了。对，绝对不会害到我自己。对，那如果他今天只想加芋头跟香菜的话，那我还不吃爆它，然后再帮你们寄出去之类的。对。雅晨算杀高中老师一般要雅环。雅环说鬼雅环我靠！雅环这名字其实蛮好听的就雅环其实蛮女性的名字雅晨性转之后变雅环，这样也不错。我觉得是挑食不好，不是柳树先生，这不是挑食，对，就是我们对生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食物可以选择，我们当然要选择就是可以吃的东西，懂吗？你记得你是被约的什么？到底有什么瓜？棺材板能塞的实在是太多，对，棺材板其实能塞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然后福利熊刚刚说，可以让大小姐帮猪猪带礼物吗？大小姐要带什么礼物给猪猪？对，而且我好期待，我们这个月已经安排好流星展，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对，我跟大小姐有重新就是在安排一个时间，对，我们会偷偷去，然后回来之后再好好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是怎么崩溃的方式。对，然后乱加的话，棺材板会压不住吗？放心啊，就那个棺材板我还是会让它变成就是棺材的模样。哎呀，像叫这个月就是咱要中原普渡月份嘛，嘿，咱中原普渡，嘿啊，就是这个月啊，27点，我记得好像8月27就是中原普渡，嘿啦，可以啦，我们今年度的棺材板真的是很棺材，很地狱，能塞的没关系，我就打成你之后，再依序放入，再评分放入，绝对塞得进去，反正已经是你中了，是不是？我今年的生日蛋糕3色豆泥，我的感受你们总算可以了解了。我好期待哦，我好期待哦。正常版是塞少，其实听说以前啊，比较正统的棺材板里面是塞内脏，就它的确是浓稠的一个浓汤的形状，然后里面有一些内脏的成分，然后反正你就把它想成一种浓稠的浓汤，里面有一些猪肠啊，然后荷鲁蒙，嘿，就是一些内脏部分，把它剁碎，然后掺进去那个浓汤之后，然后再把它倒进去吐司里面。对，但是近几年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不吃的棺材板，我即使上次去台南找，我也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然后那一家就没有所谓的内脏，那一家其实就比较普遍的，对，3色豆，然后还有一点点的一些小虾虾，然后小乌贼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子。挂台去吃午餐，好，赶紧去吃饭啊，已经中到啊，好，恁继续豆豆休困，陪迪卡抬杠一下，葡萄干可以吃啊，只是很甜，不要啦，有选择权的话，此生我怎么会去吃葡萄干呢？要不是因为你各位的有劲转盘，要不是因为我们福利熊送暖，我怎么会去吃葡萄干呢？看看我多疼爱你们，
有没有一种可能，正常版也不正常吗？唉，塔娃，谢谢你的提醒。腥风血雨还不够是吗？我去问问我们的天总，这2个版本究竟要怎么玩？我是想到大小姐吧，什么东西啦？然后普渡吗？归家的地缸。哎，对耶，又到了我的同类咬橘子的月份了。只是我真好奇这场版到底是怎样要吃到棺材板里面塞米粉？哦，那个好酷哦，那个是现代棺材板嘛？搞不好，但是感觉好吃。正常版听起来好可怕，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喜欢吃内脏的族群基本上应该会喜欢啦。而且不得不说，现在爱吃内脏的台湾人还是很多啊。但是不怎么爱吃棺材板，很像是因为内脏这些东西，他们很像还是习惯变成欧北菜，然后去配可能冬粉、米粉，或者是配饭喝热汤的这种概念吧。我在想，因为台湾人很爱喝热汤，棺材板放内脏，听起来啊，天好地狱哦，他吧？原来你是往那个方面去想，我觉得，对，这的确是。Hello， 亚成，大家无用啊，做工课加油吼，做事加油吼。林无忧你好，星辰你好。棺材板塞米粉，那跟炒面包怎么变真的耶？我们日本有炒面面包，我们台湾有米粉棺材板，可以啦。从我们这片土地衍生出来的东西都很有梗，很棒。阿瓜真的，这让大小姐带 CT 不是？大小姐对我这么好，她一定会是带好吃的东西给猪猪，她一定会从他们就是台湾公生国度带就是他们国度好吃的伴手礼给我的，她怎么可能舍得带 CT 给我，对不对？我会说不好吃，很怀疑人生。棺材板塞炒米粉，我觉得那你就把它当成炒面面包嘛，对不对？你是佛贝沙前面这套炸抬杠嘛？我嘛是想要做一个套炸中岛开讲的这个封面，啊，不过真正是无体啦，系啊，所以讲吼，咱即马开始开讲，开讲伫咧下晡的1点，安尼就真正是下晡开讲啊，安尼好无？咱就一路开讲落去，自即马中昼开始开讲到1点也是1点半左右，啊，真正就变成下晡开讲啦。你看，我就巧一点，我是不是就巧呀？老马伊拉塞，然后刷落来，我看一下哦，都已经专车快递过去了，只是大小姐对你好可怕。好险不是出收，我够 Q 爆这种习题的东西，我的天哪！我觉得习题的东西就是崩溃的，可能还是你们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翻阅它的这个状况下，就是还是会让它变成角落生物的状况下，对，然后可能有时间开台，可能就算给大家看，或者是念给大家看，但到最后还是你们中风。然后我还是问这什么啊这个这样吧之类的，然后最后还是您各位中风。棺材板不放内脏浓汤，但是什么棺材板不放内脏跟浓汤，但是邪教？你的意思是说不放内脏跟浓汤的棺材板就是邪教了，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好吃的习题板是怎么回事啦？如果要跟杀手寄手里面是惊喜。好，果然，因为我前2天还有去邮政信箱问，我很怕说我这次又没收到，然后邮政信箱就一直跟我讲说朱小姐真的没有，我说真的没有吧？你们不是退回了吧？他说真的没有，我就好，好，里面还有惊喜，可以不要再给我惊喜了，完蛋了，我觉得不怀好意的东西，下次改中岛开杠好啊。好啦，等我有精神，我再来做一个版本是中岛开杠哈，有一群搞。像你们周六到底？我觉得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相聚，这是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相聚，对，你们可以就是对怎么聚就怎么聚，对，但是不要相聚，就是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点子，谢谢。够恐怖，都是打错字，没空记吗？
没有没关系，因为猪猪知道大家都很忙，对，辛苦了，对啊。总之就是有寄出，记得跟猪猪讲一下就好了，对，因为我真的很怕又像上次一样被退回，对，对，记得一定要跟猪猪讲，再麻烦一下，嘿，谢谢。如果是手里的话，等猪猪皮到立起才有可能出现嘛，对不对？对，是不是他啊？虽然说我上次那个旗被拔掉了，就是我已经确定有12盒要陪着我还重训时数了，所以下半年不怕没有重训，下半年我的肌肉增生应该是又会倍数成长。谢谢福利熊，谢谢你各位的协助。等到我们下次真的有剩下，我们再还有一拳特点的这个缘分，我不会再使出轻拳了，懂吗？一定拳拳到肉，知道没有？他懂那个我不知道，看到时候已经是礼拜6啦。好哦，看样子有故事，只是每次被 Q 都没看到。好啦，没事啦，对呀，就搞不好有什么误会，你们可以 DC 再聊一下，你可以那个趴懂耐一下就没事了。我在讲什么？那你薄荷，你现在在福冈哦，就使出你的那个就是人格就是该怎么讲转换的这个技能，给他耐一下啦。趁你在福冈就是可能实力比较高的时候耐一下就没事哈。该上班了，赶急件吗？剩下10天左右交件吧。好，罗叔先生，谢谢。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然后就会不会练成馆长嘛？馆长的猪猪，你们还爱我吗？练成馆长的样子，你们还有办法爱我吗？你们还有办法吗？你们自己扪心自问，还有办法吗？不过在那之前，要练成馆长那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受啊。我觉得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对，我觉得因为女孩子要增肌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所以我现在顶多就是维持身体健康。更爱你了。最近那个广志爸爸跟那个卡车男的那个马克杯有看到广志爸爸跟那个那个真的超红的是不是汤普先生？跟乐高积木店也没买到什么，接着就完蛋了，不行，乐高积木我一定刀之恋也是把它变成那个角落生物，太可怕了更爱了。等一下薄荷，你快点要把这句话打给福利熊啊！一拳就昏倒，像是一拳就能昏倒吗？应该也是没办法啦。对，要让你们一拳昏倒的那个力道，我觉得，讲是这样子讲，到时候就台湾就有一句话，就见面3分情嘛，见面3分情，但是见面3分情这句话对我很管用，超级管用。每次就见到你们，然后就软掉，就算了，看到人就很开心了，不用打，随便啦。你是看过那种身材跟脸差很多，然后其实，哇靠，他可以有啊，有一些女生脸蛋非常甜美，但是真的是练家子，真的练到真的非常壮。对，有蜡笔小新的那个展览活动嘛？对，那好可爱哦。等猪猪说 5.0 肌肉版嘛，原来 5.0 大家比较想看肌肉版是吗？我 5.0 肌肉版，我绝对有机会争取到我的胖次吧，绝对有机会吧。见面3分。我是觉得瓜总真的也是浑身是梗瓜总的说话风格跟长官还有开关先生有点雷同哦，但是长官跟开关先生是属于黑到不能再黑，然后瓜总他的怎么讲，他的使用的词句还稍微还有残留一些的纯真，对，那这个纯真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燃烧殆尽。对，瓜总拜托记得持续保留你的纯真，绝对不可
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大家都最爱吃的瓜就是它本身啊，浑身是梗，浑身是瓜。哎，对，真的是浑身是瓜，没错。我喝口水，叶纯真，有阿瓜，我还相信你的纯真，还相信，对，保持你的纯真，保持，继续保持纯真吧，对。然后至于那位大佬目前怎么抓都抓不到的状况下，我只能对我是已经有私讯先问几位，然后我有私讯先问2位，对，然后这2位如果都说不是的话，好 OK 完蛋了，可能真的是有得抓了，真的是这样子。非常伊拉塞中岛公安中岛贺吼，你都很纯真的吧，桃娃？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你说了啥？你说你很纯真是吗，桃娃？你说你很纯真是吗？有猪猪刚刚有努力在多喝温水，隔离厉害。怎么今天应该说线上充满的到处都是好吃，要讲到处都好吃的观众，这样有点奇怪。到处都是看起来很好吃的 ID， 这样好不好？隔离先生厉害，歪哥泽迪卡。然后我的纯真跟猪猪的致命干链是绑定的吗？怎么办？等一下，这句话很有技巧这句话很有技巧怎么办？这句话我说是也不是，我说不是也不是，天哪！这句话太有技巧，天哪！好，你的纯真必定跟我的致命干练是相辅相成的，对，必定是多到满出来的，对吧？对，就是这样子，我这样解读就对了。可是新人也不一定哦，也是水灵宝贝，因为这个时间点，对，小天，我在抓饭了。小天，请问那个半年大佬是小天吗？我前2天又看到一个半年的绿界大佬是小天吗？小天最纯真的，可以告诉猪猪吗？所以这瓜不是很纯，等一下，完蛋了，你们私底下是不是对瓜总做了一些什么？某方面来说，塔瓦很纯真啊。其实我也觉得塔瓦山他是真的很纯真善良。塔瓦他真的是纯真善良，然后让猪猪感觉到是真的是很舒服的观众。对，就真的他的纯真善良是完完全全非常非常让人家感到很怎么讲啊？撇除欺负猪猪的部分啦，就是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对，感谢。真的是感谢我们家大佬，相信都是如此善良，如此良善，对吧？如此良善，如此良善，我连舌都不会卷了。看着我眼睛，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等一下，我以为你要 cue 另外一首歌，要吃观众了吗？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就是看起来很好吃，你们很好吃的呀。它面线的确是啊，在场所有你们不是面线。难道你们是刀削面吗？又纯又正，好吃的葡萄干吗？不是，不包含葡萄干。水木先生，请把你的葡萄干收下。然后会投他总纯真一票，真的啊？是不是水灵宝贝？因为塔瓦他真的是属于，我是觉得，因为塔瓦他本身他是一个很中性的存在，所以他其实很可以去同理女性的想法，对，所以其实你直接把他抓过来，不管他就是好究竟看起来真的是个美少女，但是就是你把她当成一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的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就是他很容易 touch 到女孩子比较需要 care 到的那一面啊，我觉得啊，姐妹这样子。桃花从今而后我们是姐妹，好不好？陈恩内赫，然后感谢加入4-7个月的猪仔专员，对比你还纯真吗？等一下，水灵宝贝，你是认真的吗？
宝贝不，宝贝，在姐姐眼里，你依旧纯真，对吧？幽灵你好，暗暗嘛，起码是中岛我安中岛贺哈，哪个大佬这么好吗？怎么办？我觉得我首先怀疑的就是小天啦，对，你会担心他被猪猪给拐走吗？如果说是以高阶年资的话，的确是拐很久了。以高阶年资的话，拐最久，真的。撇除欺负猪猪的一个骗来，阿乖，好好打字，好好说啊，你还不够坏吗？不是，他话可以啦，你看瓜总都已经被瓜总都已经背书了，你还不懂吗？就撇除，就是欺负猪猪都撇完了，代表你够坏了，你懂吗？不是，杭吉马桑，你好好打字，杭吉马桑啊，诺诺いらっしゃい。诺诺你他都在创啥？诺诺你他都在创啥？啊，诺诺欢迎来到的迪卡频道，最爱你了，诺诺啊！你有收到这个月的高阶会员回馈了吗？对不起，就是姐姐今天讲话闭嘴，因为我感冒啊，我感冒了，然后又生理期，那对不起，我感冒了又生理期。诺诺啊，这个月是我们塔瓦对你的送暖哦，是我们年资大佬第1名的塔瓦为你送祝福哦，诺诺啊，因为不管这个月到底是和平版还是 Guts 版，都有芋头，所以塔瓦索性不帮你加料了。你看看他多仁慈啊！你看看他多仁慈啊！小喵喵立马来呀，谢谢你，谢谢。然后啊，兔比也来了吗？谢谢。我们先来感谢一下，感谢小喵喵14个月的仪式组总裁，谢谢你们的支持。而且小喵喵跟小妮妮的生日蛋糕应该是周岁蛋糕，全部都是安排在今年的10月份哦。谢谢你们一路支持，非常非常非常的相挺。小喵喵，你什么速个夜？等一下，我永远在没打字，我速个夜了啦。诺诺刚才诺诺又在读什么？诺诺。好啦，诺诺，你不管要怎么赌，你这个月已经注定有了，你这个月注定有店总的祝福了，好不好？我们店总这个月，对9月份赐福你，哦不，应该说8月份赐福你，因为反正你9月已经注定有一颗蛋糕了，你9月份注定有一个生日蛋糕喽。水玲姐很懂啊，水玲宝贝嘛，超懂的。你每次打电动的时候都秒懂我们其他公开的人设。水玲宝贝，你车速变这么快是吗？好，谢谢小天，我待会再看一下是不是小天。感谢你们的降落，感谢兔比以及诺诺的降落，以及各位路米粒的降落。我是迪卡屯就去是这个下晡啊，不是还没到下晡，今应该是中昼。今仔日的中昼看到恁，真正是就欢喜嘛，就感恩呢。我今仔日来世，之前学到的生理期的说法。啊，哥我唔拿来世，我个感冒啊，就是双重打击耶，就是感冒了，然后生理期又来，所以我今天就索性不唱歌，我就是轻松聊聊天就很开心了。谢謝你們，然後杜浩你好，然後這位是雅思的你好，找得來XIN 哇，我怕我念錯，我就 XIN 好了。然後謝謝你的降落，夢琪謝謝降落，然後燕翔謝謝降落，仁修謝謝降落，特別剛下剛溫來到迪卡中的開台辛苦啊，謝謝你們開台辛苦了，然後有記得吃飯哦。Gino 老師你好。一直都懂啊，只是不发言。好啦，也是啊，水灵宝贝，对，车速如此的快啊，追上了，所以哪一天可能要换就是追不上你了。水灵晚上的负责超帅，然后2个水灵吗？水灵，你有这么多人格，怎么没有让猪猪姐姐知道？店总，谢谢店总，今嘛应该嘛登那波赢。店总这个月加码
我们不是水灵，对不起，我们水灵宝贝这个月还是属于福利熊加码啦，对，要到下个月才算正式毕业。来，这个月感谢店总加码，我们诺诺啊，这个月猪猪姐姐先跟你说一下，是棺材板哦，这个是由我们天总所为大家安排的。那棺材板里面哦，已经确定有芋头跟香菜咯，开心吗，诺诺？怎么样都逃不开芋头哦。你那时候真的很犹豫哦，但是诺诺太勉强了。对，没错，的确就是如此的善良纯真。感谢他从手下留情，谢谢到底贺。晚上是恶魔水果的意思吗？为什么坐牢水灵吗？对，谢谢新大王有猪猪看吗？水灵的李人格吗？的确啊，因为对水灵宝贝的人格的部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比较黑暗的那一面，可是我还是很喜欢，真的，我很喜欢水灵宝贝。水灵宝贝她真的是很好的姐妹，对，就是并不仅仅是说就是可能帮忙剪片啊，还是协助扳手，是长时间相处下来，水灵宝贝她真的是让我觉得她是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那种姐妹，你们了解吗？真的。Hello， 飞雪一下会飞雪台湾国语，恶心 keep 赢哦。有看到诺诺开心的表情吗？诺诺多开心啊！诺诺你乖，好，你再皮下去，我担心你可能到9月，可能还是得继续吃，好不好？您就这样子乖乖的坐以待毙，没错，坐以待毙就对了。您只要好好的坐以待毙，再忍2个月，对，我们8月吃过去，9月忍过去，好是。我们身为女性可能没有懒趴这种东西，但大腿捏一下，9月吃完之后，你就真的正是没有东西可以吃了，这样好不好？这样可以吧？对，够白啊，真的，水灵是很好的兄弟嘛，嘿啊，水灵喜欢兄弟了，知不？真的。真的，因为其实长时间的开台对猪猪而言，我自己其实在这条路上或许对我而言是一个蛮惊喜的旅程展开吼，因为每次讲到这个就一定要感谢我亲爱的虎虎，亲爱的西林，我的好姐妹把我拉进了这条路上。对，那个时候就是算是台 V 正式也算是比较算是刚起步吧，对，然后那时候猪猪也算是边观察这个圈子边接案吼，那也还好，就是水灵不是水灵，对不起，一样都是姐妹啊，脑子不中用了，也还好，那时候虎虎有告诉我说，猪猪你过来这边看看，很有趣哦，这样子。那猪猪那时候虽然说在忙赶稿，但是闲暇之余就会过来观察一下，然后也稍微自己懵懵懂懂的也开台了，也出配了这样子。然后其实一路下来，我并没有想说到底我应该怎么做，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就一直以来就都做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对，然后就是一直卡痰。你要现在跟上飞血是吗？都说水泥来加，好了，水泥宝贝加都加，想换个名字就会。小天，果然是你，小天，谢谢你，果然是我们天总又续了，因为天总每次都是续半年，而且天总的时间很好抓，对，就是年初跟年终，对，所以通常年终一次半年的来了，大概我们可以先怀疑天总，谢谢天总，谢谢你的照顾，谢谢，蓝少神教最胜大哥厉害，俊成厉害谁是绿色的那么孔古力吗？哪来的这么和平的孔古力？又是新一个是水灵，对啊，都有灵啊！这不是我们的长官，我们刚刚才在讨论我们的那个新任总裁呱呱阿呱讲话的方式，真的，你们真的是浑身是梗就是阿呱讲话的方式，总觉得你们三兄弟吧？我之前就是怀疑长官跟开关先生是兄弟，像加了阿瓜，你们根本三兄弟吧？而且阿瓜是还没黑掉的，就是长官的讲话风格这样子，浑身是梗。所以会不会说你们都会
因为我就是推敲啦，就回到刚刚的话题，因为一直以来其实猪猪都有很开心可以持续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以来的经营的一个方向很简单，我只是把我在这片土地看到了什么就放上我的直播间，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所以并没有想说我到底要做的多厉害多好，我只是很喜欢这片土地带给我的一些回忆，还有我那些可能觉得我来不及去珍惜的那些回忆，把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例如台语把它讲回来，例如台语歌把它唱回来，这样。对，那所以就是观众来来去去，我其实也一直在观察，就是在猪猪频道留得下来的观众，或者是说可能有兴趣，但是可能之后比较没有缘分常接触到的观众，其实这些东西主播一定都会去观察。对啊，那其实我觉得4年多了，对我而言，大家真的就跟金亚阿弟呢，真是老朋友一样。对，那我现在其实，今年该忙的东西大概也算是告了一个段落。那我自己最近也是稍微再收尾一下这一整年度我们在金币奖可以投递的东西是什么嘛？对啊，所以就刚刚好。对啊，然后其实每次在做这个总回顾的时候，心境上其实都会很踏实啊，因为你会从这个总回顾里面发现到原来自己跟观众做了这么多。然后今年就是我觉得有想通的一些东西啦，就是有一些缘分我是觉得留得下来就留得下来，像今年我很开心也是有很多的新观众愿意加入，但是如果有些留不住的，我担心的，其实我也觉得说不需要再去太焦虑去强求那些东西，因为喜欢这个频道的观众自然会留下来。对啊，所以其实你们也会发现前阵子就是在 DC 上面，我如果觉得哪里不妥，我就会直接讲。对，因为我觉得一直以来我真的说太过于忙碌我自己在做的内容，那今年其实加入了还蛮多新观众的状况下，我希望回归到这个 DC 是大家的，那还是由我来说吧。对，因为之前担心我来说大家反而压力山大，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不对，我不说谁来说。对，所以之后在 DC 如果我真的觉得哪一边方向偏掉了不妥，我就会直接说。对，那我还是回归到就是大家喜欢这里，我很感谢。对，但是这个是属于大家的地方，我还是会努力的让大家可以开心的在 DC 轻轻松松，但是如果有一些偏掉的地方，猪猪也会直接点了，大概是这样子。对，不过回到最初的初衷，我觉得永远都是如此啦，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猪猪的频道，不管是 DC 也好，我的线下活动，或者是现在在这边跟你们脸小伟。对，所以其实观察了4年，我自己觉得其实很多 B 朋友都说我们的观众其实真的是很珍贵，因为我在这个频道的内容说真的就真的比较冷门嘛，但是愿意留下来的朋友真的就是很死忠。对，但是他们也知道我相对的我的风格不强烈，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可能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被冒犯，我就会直接泼妇骂街。对，或许这样比较快。对，但是这一直以来都不是我的风格。嘿，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慢慢经营下来会发现说，有些东西如果真的我觉得不妥的时候，或许我也应该站出来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啦。对，还是一样希望大家可以轻松的过来找猪猪。对，然后顶多就是在 DC 上面我有空会看看，但是如果有一些方向偏掉了，我就会跳出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样子。我也相信大家就是成熟的熟男们，对啊，不会不知道猪猪想讲什么，没有错。我追一下聊天室哦，浑身是我的高丽菜。阿光，你快先把你那个图变成高丽菜，可以，可以，谢谢啦，手天，谢谢。然后承认的话，那点猪猪说他的什么啊？
忘记了，真的假的他啊？啊，这样是 gay。天哪，他啊，你真不愧是，我靠，你真不愧是普人万的地府灵欸，我完全，因为我是靠 KANG 的那个拼音拼下去，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小天的姓氏，对，所以我才想说这个半年，然后又刚好是这个拼音，所以我在想说可能就是田总，对，应该是，可能是同梯的这样。其实8月有潜力吗？因为他选择吃瓜。长官，你有发现？我也有发现，真的。开关先生被玩坏了，长官老婆管的，所以你们被玩坏。刚刚总要开支。开关先生是已经，如果是3兄弟来讲的话啦，如果开关先生跟长官还有阿瓜是3兄弟的话，开关先生他是被玩坏的长子，然后长官他是很成熟内敛，但是剖开来超黑的老二，然后阿瓜他就是纯真的老三，但是既然是3兄弟，那个暗黑的血脉怎么可能没遗传？哦，这就是他们3兄弟的人格了，这就是他们3兄弟的人设了，这个本完成了，太棒了。忙完就真的恭喜猪猪了吗？其实猪猪的生活是基本上是忙不完的，对，我就只能就我以年度来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啦，对，就是事情多到忙不完的状况下，我只能就去切割这样子，对。然后关瓜说啊，完蛋了，关瓜，等一下好难念哦。关瓜，感觉就是我就已经大得抖了。我现在就是为您各位示范一下，什么叫做3兄弟大舌头的念法。关，好，关，谢谢他哇。然后伟成你好，大家安中岛平安吼。珍惜还在的人吗？好像怪怪的，的确是这样子欸。对，因为观众来去的状况下，我能够做的就是努力珍惜。对啊，当然就是如果猪有我是很难得会念人啊，如果念一念还留得下来，代表也真的还蛮真爱的。我们频道是真的还有例子啊，念一念还留得下来，而且越念越 end 这样子。对，是没有错，哈密瓜先生就是精明干练哈，刷一下刷起来，谢谢。对啊，长官，我觉得你真的就是笑得最纯真的那个老二，但切开是黑的，你知道吗？这样我猪猪的蓬蓬，你们不会遗传吗？不是，你们不是常说粉随推吗？是不是？是，谢谢小天。对呀，好了，我喝口水补水一下。对他吧，我正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那个 The First Take 到底是谁做的？我早上看到，我心情超激动的，可是我还没有时间去。我记得我看到片段，很像是朱大哥他在里面是没有唱歌的，顶多就是可能模仿一下The First Take 的 AI 生成，而是看到哇，情绪真的是会蛮激动的。对，那不知道是谁做的，那应该不会是官方做的。我在想，对，真的是太酷了，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朱大哥真的是很厉害，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世代的一个代表性了。就连可能像时下的年轻人，可能他们真的没有接触过什么高雄蓝宝石歌厅秀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朱大哥还是有机会站在他们面前，甚至以了 First Take 的，就是的这个。情境出现，他们一定会好奇说这号人物到底是谁？这样子，什么谁做的？那朱大哥就是哦，对不起阿瓜，对不起，我不应该，对，完蛋了，我要被朱大哥告了。对，我们朱大哥永远就是对他还要选总统，对他今年年底还要选，对，没有错，那就是朱大哥自己唱的没有错，绝对是完蛋了，我要被告了。朱大哥，对不起，我反省。对，朱大哥永远存在，对，永远18岁。
差点忘了，对耶，对，没错，没错，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朱大哥所谓这个歌厅秀的传承做下去，是不是？我们今年在1月7号的4周年迎来了我们的 3D showcase， 猪猪把这个 showcase 命名为 3D 工地秀，其实就是在致敬朱大哥，对。所以这个工地秀的起承转合是猪猪自己算是亲自去思考说这个剧本该怎么跑，因为其实剧本百种，歌厅秀的剧本也是可以跑得很下趴，但是说真的有一些牵扯到资金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转场的梗原本想要跑得更好笑更在地，对啊，但是就是我们先提出来了，但是可能还是得要跟3月的Q 大哥那边做一个沟通，说这个有没有办法跑，这个有没有办法做，因为我是外行的人，就我还不晓得说这些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到底要怎么跑起来他们才方便做这样所以前后其实剧本就是先巨细靡遗的写，对，但是如果中间真的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呈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再改用其他的方式去做转场，对，那其实林总总下来啦，就我是觉得也多亏了金币奖，这一届又要努力续办下去，所以猪猪也在今年的7月就已经开始在着手企划书了嘛。那果然回顾下来才发现，这次3D showcase 真的好工地秀哦。对，因为其实我忙完之后，我又把我的心思去投入，就是可能下一段忙碌，下一段要呈现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工地秀忙完之后，我就很像是一个考生，我常常临时抱佛脚完，可能我成绩不会考得太差，可是我考完就是马上可以忘掉，真的大脑就很不重用。对，就是暂时记忆可能还不错，可是考完就忘记。所以当我把 3D showcase 忙完之后，我也忘了原来我们这场工地秀是这么的本土，也不是故意忘，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东西要去做筹备嘛。但是还好我们今年第4届就是猪猪也快点，就是在7月份先把就是一整年度我到底干了啥，快点先就是努力的先把重点式的圈出来这样，然后圈到 3D 工地秀的时候才发现，哇靠，里面真的有很多东西，这是当下精心设计的，还好有放进去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忙到已经不只是被鬼抓走就是被鬼抓走到无限次了吧，忙到被鬼抓走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我们的忙碌了这样子。而且 3D 工地秀也没办法随便邀请来宾来啊，对，的确是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对不起，我们有在想说这场 showcase 是不是我们也算是有一些以感谢的这个姿态或者是感谢的这个名义，然后也是我们也可以广发一些 V 捧捧，然后录一些就是祝福影片给我们，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但是我们又进一步，我就跟大宝师讨论说，但是第一担心时间不够的状况下，可能没有办法邀太多，但是没有办法邀太多，可能会变成说，怎么有邀他没邀我，然后就变成说，哇，完蛋了，就是好像一旦要邀，好像已经不只是10几20位，就是一巴这样子摊开，全部的名单至少有那个5、60位要邀的这个状况下，然后又觉得说不对，我们要呈现的东西如果是工地秀的话，很像让大家一字排开在那边讲祝福的话，好像有一点本末倒置，所以我们就把之后想了一下，就把干脆要以工地秀的形式去做进行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手上就已经很多内梗可以玩了，对，所以来宾的部分我们就快点先压着。所以那场3D 工地秀，其实猪猪是私底下感谢有参与我们募资的来宾，对但是就是以工地秀的走向去进行的话，就变成你们在1月7号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呈现，就才是我自己想呈现的一个所谓工地秀的一个形式这样子。3D 工地秀，对啊，所以其实不止这些我发现其实今年度真的也是干了很多本土的一些有的没的一些企划，对，然后除了
就是我们自己在去年跟大家一起努力拼出来的这个募资，还有文化部爸爸的赞助，然后今年也非常感谢吴兴老师申请到了我们另一笔文化部爸爸赞助的一笔经费的部分，让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笑的节目，或者是台语教学的部分。对，那可能就是在时间有限的状况下，也不晓得台语到底有没有多了一些长进啊。对，可是整体下来就觉得在整理企划书的时候，果然又是一堆东西可以写，就太棒了，就是痛并快乐着的整理的啊。对，就先整理起来。其实因为今年的金米奖很像并不需要先整理年度的东西出来。对，因为今年算是有一些小改制，也就是说这些年度的东西等到我们确定有入围之后，那入围之后才有机会再另外被颁发，就是年度可能评审觉得最喜欢的 VTuber 的这个奖项，我们才需要再另外再整理可能年度的一些干的一些傻事的这个计划啦。对啊，不过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说反正都整理了，我现在已经全部整理的差不多了，真的年度的东西该整理的都整理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只差就是可能接下来我们现在才8月初嘛，接下来我们8月份还有一些企划可以整理的，就是全部跑完之后，在8月底我再快点一次整理进去这样子。台语就是爱常常讲，才会知影意思。立位着就是安尼，系啊，真正爱常常讲的语言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任何的语言啊，爱常讲吼，爱常常讲。要常常讲，对，而且很有趣，就是学了台湾政治之后，我每次在讲台湾政治，我心里都会去浮现说啊，这个台湾政治怎么写？这个台湾政治，是这个字，然后或者是讲了这句话之后，想说奇怪，这个台湾政治怎么写？这个要怎么写？然后就去查。真的，我是觉得刚好在台湾这个环境，你要去学台语，其实是真的是很有优势啊。对，怎么讲到这个？怎么聊到？这随便聊都可以跟你们乱聊我的天哪！啊，而且现在时间来到的12点48分，我觉得我先去摘花一下，然后这就是阿罗吗？初见安安一来就喜事恭喜，应该还没有什么喜事我只是在回顾我们今年度如果要投第4届金米奖的这个状况，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一个整合？当然也希望未来是真的，我们参加了一些什么奖项、什么活动，可能又有入围啊，或者是有一些得奖的好成绩，真的可以让大家再来恭喜我们的频道啦。希望，午休结束先去工作啊，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这康可以加油哈，阿瓜。台语最怕就是地方方言，这个只能融入该环境嘛？其实不会，因为现在台文政治的推广，现在已经努力的把这些方言把它文字化。对，即使没有办法把它生出一个台文政治，也有罗马拼音可以去把它留下来了。对，这个也是猪猪现在努力在读的东西。另外一种共可以怎么讲？共。我跟你讲吗的那个共吗？共，你说我跟你讲吗的这个共吗？我跟你讲的台湾政治是讲话的讲，对。然后如果是共同的共，它在台湾政治里面是我跟你的那个跟，对，所以常常会搞错这个也是我初期在学的时候很容易混淆的地方。我跟你到底没麻烦汤包哥，就麻烦了，免哦。尤达你好，欢迎来到的迪卡边的，谢谢你们的群聚。对，我们现在这个可能 COVID-19 又有一点压起来的这个时阵，供群聚好像不太好，但是的确你们真的是5G 群聚在朱迪卡的频道，万分感谢，好不好？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大家。好，然后猪刚刚水又喝太多了，因为我刚刚其实开台前有快点先吃药。然后水有点喝太多，真的是跟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讲的一样，我的敬爱的熟男熟女们讲的一样，多喝温水真的很有用，不是
刚我看一下哦。好，我看一下哈。等一下，拱的。等一下，他哇，我们刚刚是聊到了什么？怎么突然聊到我跟你拱的起哦？我跟你打下去，嘿呀，拱狼啊，拱狼，然后他在这里啊，他在这里是第3调，但是之前有学到那个变调的一个神秘的数字，5、7、3、2、1、7。如果在这个第3调后面有衔接另外一个字词的话，它就会变成第2调，所以它单独讲拱是第3调的拱，但是如果说要打人的话，就会变成拱狼，它就会变成第2调，它会从拱变成拱。对，这个就是5、7、3、2、1、7的这个神秘数字厉害的地方。这个数字真的很神奇耶。对啊，当初学到的时候就觉得奇怪，这个我到底要怎么背？然后我才发现，真的5会变7，然后7会变3，5、7、3，对，然后3会变2， 2会变1，然后1会再变回7，好神奇哦，真的。这就是台语好玩的地方，第一个台语是一样的，对，只是音调不一样，没有错，对，第一个第7，一个第1。我现在好像稍微可以快速的分辨它的音调在第几调，我觉得也很开心这个应该是也算是小小的进步了。水灵有顿顿，因为他是猪猪的宝贝扳手，贡丸后讲，因为跟讲很像，就一直不知道那种国语是什么哦。会有，他哇的确，爷爷你好，中岛湾哦，打人用的20倍的好哦，长官。对啊，优塔，我一开始其实也听不懂，到底那些调我应该要怎么记？我有办法记吗？一开始会觉得很茫然，很无助，然后实际下去学才发现说，自己有自己一套的方式，然后衍生出来之后会渐渐的知道，很像可以再更怎么样进阶的去学这样。大人的意思，好，水灵读得懂，他懂这样，因为用力，所以音调很重。然后如果是台文政治使用，做书面使用，那要甲地方口腔留落来，台语真正最重要的，无唔对阿雷，阿鲁的台语应该是阿雷吧？哎呀，真正是安尼，台语真正最重要的，然后去摘花对，不好意思，在这之前你们稍微被猪猪的那个专辑的这个洗脑一下，对，前阵子在忙，可能比较没有时间去让大家听到猪猪在宣传，但是我们现在的预购还是持续当中，下方的资讯栏都有我们的专辑预购的网址，大家都可以有兴趣可以支持起来哦。待会见，我去摘个花。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受罪。袂停，更多世态，伊势变成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脾之绝比之情较真的，看你困变是我的嘴。叫我的满心
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sẽ经常看待刀光剑来。我等来喽，大家安安。我的水水有拿回来哦，我的水水有拿回来哦，好。而且猪猪今天其实是11点半，想说快点先开台，然后你看嘛，咱起码已经到下晡啊，咱起码是下晡啊，我没有封面炸鸡，歹势啦，我今仔日的这个封面真正是无体力会当来做一个，应该是中昼开讲才会到，嘿，我知啦，哎呀，毋过你看，即马。时间已经来到着下晡的1点，真正是下晡啊！哦耶！咱来到下晡啊，吼，就证明我无这个骗人哦，吼，就证明我无封面炸鸡哦。而且水莲宝贝，你那个欢回的那个是你那个回的右边怎么回事？你回的右边怎么？这好像有点戳到我的笑点。谢谢他哇。啊，登来喏，我回来了。对，谢谢，感谢大家。对，而且我们刚刚聊到了什么去了？算了，忘记了。对，反正，哎呀，虽然说那个生理期感冒就是双重夹击，整个注意力非常非常的涣散哦。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下午好开心，可以跟你们这样子聊一聊，果然真的是治百病啊。对啊。一直以来开台对猪猪而言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况，对啊，太棒了，就是一直持续的这样子一个很想开台的心情，可能才有办法就是跟大家相爱相杀这么久吧。长官，你那是脸在，长官你在干嘛？打错字，可是你那个字打错的也太可爱了吧！开工时间到了，挂台哦，好哦。牛年生时啊，1点啊，好啦，真正是大家搁要继续做工课啊，大家做工课加油。右边回的右边变成那个小鼠鼠，好可爱哦！是伟成，我回来了。环肥，好哦，环肥燕瘦，让我想到这一句成语。在聊台语的那个深奥的程度哦，对，猪猪其实还没有到很深奥啦，毕竟我真的。就是跟很多学者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还是在就学阶段。这样子以后说下午唱歌找来，长官在诱发我一些就是
对，奇怪的知识增加了的那个。好，谢谢长官。对，谢谢长官。而且啊，我这一阵子又一直努力在思考说，所谓的台湾 VTuber 到底是什么？是因为除了我自己在经营的这个频道风格，我只是就是很简单的把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东西放上来之外，还有一些跟大家分享过的，我觉得我来不及珍惜的那些台语，还有一些东西，我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放上来做一个归纳。对我而言，这个频道是我归纳我在这片土地看到了些什么的一个树洞哦。虽然说树洞应该是不要让大家看到的，但是对我而言，这是我人生中毕生也可以啦，都可以归纳的这么完整的时刻，就在这4年。所以而且就这么刚好，我这里要宣传一下我们8月22号，虽然说我知道跟 FF 撞期啦，我前2天就是又感冒，然后又生理期，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聊聊这个，但是刚好今天我们就是算是没有封面假期的杂谈，对，就是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在准备的一个过程哦。那目前不嫌弃的话，已经开放购票了。对，那这一次我们的时段，这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研讨会在8月22号。然后我们从下午1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那讲者除了很开心可以受到我们威志教授的邀请之外，那还有很棒很厉害的这次 VTuber 学的这个撰写作者其中一位的冈本健教授，以及还有日 V 的9条铃琴来一起为我们稍微做一个他们在日方那边对于 VTuber 研究的分享。那猪猪跟威志教授这边可能也不算是要代表台湾市场还怎样，我觉得不能算代表，而是我只是单纯的把我在经营这个频道的这个心得，还有我大概是用什么方法跟观众走了这4年，所以这也不涵盖就是说所有的台 B 到底会怎么做，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特例我就是一个特例中的特例，对，我只是去分享说我这一个很边缘很特例的例子到底是怎么去经营的这样子。对，然后我先追一下聊天室，然后这样子小喵喵半小时后见贺哦。OK， 你先去困一下，你先去困一下小喵喵。台语7声8调不好学，我也是度过了7声8调的那个阶段，稍微的，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概念了，就是一点点。大姐你好，欢迎来到迪卡表的大姐，你应该嘛差不多被休困然后花生头你好。哎呦，我看起来是算帅气是不是？丁爷你好对不起，马上声音闭嘴。丁爷我有看到你给人轰门我们丁爷很厉害他们家的就是家传40年的这个嘉义相传的这个该什么水上广东每次都记不起来，嘉义水上广东烤鸭庄丁爷兄弟，对不起，我马上每次都记不起来，因为我每次只要 Google 输入水上嘉义烧腊，马上第一个就是你们家，我就完全不用去背啊，你知道吗？对啊，丁爷很像又受访问了，超厉害，太厉害了！我觉得丁爷真的在嘉义推广他们家的这个算是家业，真的也让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大家去嘉义一定要过去他们水上的烧鸭，吃他们的金奖肉，真的是超级超级推荐。还有地上你好，然后就很棒，可能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自己高桑刚下定安内供。那就回到这个高桑就是讲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在思考说，如果我今天当然我是很开心可以以这个讲者的身份去参加这个研讨会，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说，我今天如果是以我自己的立场去讲的话，那我觉得也不能涵盖所有的台币，因为我真的是太过于特例的状况下，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会去做一个分享，也就是说当天我会用我看到了什么，我只是在把这片土地从小到大
我想珍惜的以及我来不及珍惜的放上这个频道而已，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也不想去定义说 V 应该就是什么，或者是台 V 就应该要做些什么。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太过于主观，主观的东西不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所以我很少会把主观的东西放进我的频道，我只是单纯在做我在这边土地看到了什么，它给予了我什么，所以我放上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出发。但是我现在也不能讲太多，因为毕竟像讲太多可能当天就没东西可以讲。可是我也不怕没东西可以讲，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一聊就是3小时起跳的对，所以我当天我只能浓缩我在这4年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我的频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观众做一个互动，以及就是可能所谓台湾人最讨厌去界定的，最讨厌去思考的这个族群的认同的部分。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是得会去探讨到，因为学者们他们很喜欢探讨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说法应该也是会非常的该怎么讲，就是不是那么的绝对啦。对，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台湾人去做一个认同的部分最辛苦的部分。对，但是我相信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继续去找回所谓到底什么才是台 V， 什么样才是台湾人。对，那当下猪猪也已经把 PowerPoint 都准备好了，这里我也要好好的感谢水灵宝贝而且是不是有偷偷有小帮手啊这些我都，如果我来不及感谢的，真的现在也要感谢一下。因为就是除了要整理吉米奖的一些报名资料之外，其实在这个研讨会猪猪跟威志教授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在思考说我们要怎么好好的把这个研讨会做一个圆满的探讨这样子。对，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台湾都不是这么容易。对，因为毕竟台湾的身份认同就是这么尴尬的这个状况。对，但是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谈论的这个当下，我觉得我切入的点应该也算是会比较特别一点啦。对对对，那不管怎样呢，8月22号就虽然说可能对再次跟大家就是卡到 FF， 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啦。对，但是没关系，就是有机会来就来吧。如果真的没有缘分来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期待会不会再有下次有类似的研讨会。对，不过这种研讨会要去做一个举行，真的也不是这么容易。对，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提早购票而且这个票的部分像是那个双人套票比较便宜所以你们可以去协寻一下兄弟的兄弟有没有那个谁有兴趣，可以稍微为彼此省个钱大概这样子。对，大概这种感觉。而且这个 VTuber 学这本书其实也是猫头鹰出版社那边在好一阵子以前就已经有快点先寄一本就是中文翻译版本的给猪猪了。对因为我看字真的是很慢。对，但是我自己也有归纳一些，我觉得里面真的也是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怎么讲，身为一个国家大家要去做一个所谓的认同的部分，我都还是有筛选出来。对，就是有些道理是相通的，放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就也是会在8月22号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讲到国与国之间难免也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敏感的东西，但是我倒觉得研讨会就是为此而生的了。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可能探讨的东西就或许并不是大家在意的或者是想要探讨的，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研讨会的产生。对，一听你好，欢迎来到的离开平德。所以大概这样子就是有缘分就来听听吧。而且那天也真的是很稀有会出现的，就是周六限定猪猪对，周六限定猪猪，在8月份蛮多限定猪猪会出现的啦。8月份不得不说真的忙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讨感冒的一些，我才在担心那个前2天怎么突然有感冒。对，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复原状况还不错。对，所以
这2天可能乖一点吧。然后希望大概看这个礼拜，看一下哦，因为行事历其实我看一下，这个礼拜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歌。我是想说先不唱，我就先内化一下，就是可能我们在练的那首歌，什么眼泪记得你啊，或者是新不了情的部分。现在如果喉咙还没有办法以最佳状况的状况，可能还是先乖一点。哦，对，这个礼拜也好忙哦，看一下，这个礼拜先给大家口头的一个周表吼，明天猪猪出任务，然后周2跟周5，这个礼拜2跟礼拜5都是出任务吼，然后看一下礼拜3跟4，好，礼拜3跟4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开个台，对。不过如果声音状况不 OK 的话，是不是就会变成工作台之类的也是有可能，对啊。但是如果声音恢复的还不错，搞不好礼拜4可以稍微再练一下，就是精密的指定曲。好，这一周大概是这样子，对。不过可以开的话，以猪猪的个性，一定还是会希望可以1-2个小时也好啦，把它开一下这样，对啊，还是可以希望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许愿来南部场。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办这个研讨会比较两难的地方啦，因为南部的乡亲们，已经都会忙啊，来咱这个台南、屏东也是高雄来开一场啊，不过就是欢乐没人要来，因为就是我也担心说南部的乡亲许愿了，可是以往啦，就是这一类南部的活动，就不晓得为什么参加的几率。应该是参加率会到场的人很像就比较不会坐满的感觉。不过这现在是没法多，因为台北北部的人口密度就是比较集中，就是比较多嘛。他们要去的话，有意愿的人刚好都在北部的话，可以塞满整场是比较简单。不过在咱南部要塞满整场，其实我相信南部的人想去的人也是有，只是可能刚好想去的人可能都北漂了，你懂吗？就北漂有意愿的人就多，对，所以这也是就可能比较多活动的是办在北部的原因。可是我觉得南部很棒，就是说近几年我们高流好多的音乐活动，国际巨星都愿意来我们大高雄工业国这边开活动，很赞耶，高雄真的越来越赞了。有些事情怕忌讳不讲的话，永远无法传达。的确是这样啊，还要得上，所以我自己在这个话题知道要探讨的时候，我自己也大概知道该怎么讲，对，但是我会用我自己比较也不是委婉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做探讨，这样，但是也不能讲得太深，因为也不能讲得太绝对，因为台湾在族群认同上面就是这么尴尬，对啊，所以我会以土地认同上去做一个方向，这样子。对，外父先生你好，中岛我中岛喝你吃饱没？对，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目前购票中，对，然后等到这2天，可能我们设备上面的 setting， 大概这个礼拜也会稍微再做一个最终的测试，然后那这次的就是未知招数，他们真的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对，那就我自己也很期待，超期待的，我尽量不要讲超时，因为我准备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对，我知道所以才会讲忙，但是会当来提供希望提供俾当来看成绩的啦，嘿啦，我嘛是安尼忙啊，嘿啊，恭喜11万订阅，我想什么时候11万订阅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各位兄弟啊，我什么时阵11万呢？我家己嘛没记得啊，是顶礼拜。是顶礼拜好吗？没记得啊。下午开工，好，下午大家工作加油，好不好？要工作加油，然后最近还有什么活动？我看一下哦。最近大概可以，目前可公开的大概8月22号这个吧。然后，这是一笔碰测试丢的。什么？这是一笔碰测试？什么东西啦？什么说这是一笔碰测试？真是很欠揍啊！
这是比碰测试，我把它放大一点哦，好多碰忽有这个怦然大悟，拔山倒树而来，这样好不好？盖伊什么野？盖伊砰野什么东西？哦，你看那个砰吓到连那个研讨会前面都吓得到处都是，怎么回事？什么鬼？黑羊羊你好，看来砰完无趣，什么砰什么感谢这是长官是不是你啦？而且一测就测一道彩虹，怎么回事？下砰雨啦，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内鬼，终止交易。对不起，我们现在有内鬼。对，我们刚刚的气氛明明是非常精明的，有内鬼，我们现在内线先停止交易一下，对不起，不是，不要再下了，又满了，等一下又满了，怎么又不要再下了，我都要把这些碰要被我编数时驱之别院，我跟你说，要编数时哦，救命！不要再下啦！我又要看不到你们了，拜托你。好，谢谢刘，对，我跟你讲，这个测试者呢，我只能说很懂得做人留一线。这位彩虹大佬，对，不知道又是哪一位，什么猪的烹啦？这是一笔烹测试，这很欠揍。对，我们做人留一线。知道就是大概留个头给我继续跟你们互动，好不好？这位大佬很会做人，金高这郎，而且这个砰测试者，我们这个猪的砰，这样好不好？我们这个猪的砰很懂得怎么下这个砰语，完全就下在我正前方，左右两边完全没有累积起来的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弄的？他是很熟悉这个刘元老师，的这个斗内赞助系统我心一张，长官，我好想再断你4肢，好欠揍。那我记得我的砰新衣装，谢谢大家。好啦，我讲到哪里啦？对不起，我真的忘了，我刚刚在这个猪不是，这不是我的砰，对不起，我这个被诬赖的猪的砰下来以前，我讲到哪了？这么熟练的一只福利熊是不是你？是不是？一定是福利熊。可是万一不是他，完蛋了，我觉得我又要受葡萄干了。刚刚回来前面那坨，这个牛奶先生，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总之，这个可能动手指，在您的置顶或者是置底连结，随便抖那一个数字，就会有这些东西掉落。大概是这种感觉啊。对，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对，就一道彩虹也可以堆成这样啊。谢谢大家。好啦，我刚刚原本来讲一些很震惊的东西耶，这些砰，对。拔山倒树而来，真的是要编数时驱之别院。我讲到哪了？好的，下各位，谢谢大家。我这样子跟你们一聊，大概也快要2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对，我想起来了，大概要分享还有什么可公开资讯吧？好，我只知道呢。好，8月出任务的时间点还蛮密集的。好，的确是这样。好，目前可公开讯息，依旧でございます。对，目前可公开的真的就只有这个8月22号。对，谢谢。刚回来怎么有一堆朋友也要问你们呢？就猪猪的砰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谢谢啦。感冒当中算是对做人留一线，留了一颗头，留了一颗头，让猪猪可以稍微的对再继续跟你们互动这样子。对，好，那8月份大概可公开资讯就是8月22号这个座谈会的部分，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做个购票。对，然后金萌干练安下午茶来咯。不是玉子，亚美咯，玉子，你有没有听过做人留一线？
做人留一线，知道吗？对，下到两边哦，喝得嘎仔。对，我们这玉子他也真的是很会看情况。好，我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大概也很会唱林俊杰的歌，谢谢。玉子，我谢谢你哦。我们玉子真的也是做人留一线的大佬，他很知道这个棚到底应该怎么下，才有办法就是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对，谢谢玉子。玉子一个出来。哦，谢谢。对，果然就是，毕竟前阵子才去晨光眼睛爸爸那边配了一副清晰的眼镜，我还是希望可以很清晰的视力面对你们，好不好？对，难得就是朱迪卡总算在高阶会员回馈的这个出货结束之后回归了，对，总算可以好好的看看你各位了。对，我们做人留一线。我前方还是有清晰的这个画面，可以跟你们好好的互动哦。谢谢你们大家。好啦，而且今天啊，话题一直在跳来跳去，因为其实生理期或者是感冒吃药也能倦怠，你完全会忘记说你上一趴在聊什么。对，然后反正忘了就忘了。反正永远都有聊不完的东西。对啊，永远都有聊不完的东西。对啊，然后我想一下，哎呀，最近好像可以交代的这些东西应该都差不多了。对，我怕以前你美丽的脸会被遮住啊，算得真好，谢谢玉子，感谢。我只能说我美丽的脸庞大家果然还是舍不得遮住，对吧？对，只能说感谢玉子的手下留情，不然我视线模糊。我要看到 Pong 流程河。不是水灵宝贝，水灵你是被盗账号吧？不是，我像这个根本跟 V Stage 演唱会没两样了。对，你们像是给我线上 V Stage 演唱会吗？只留一颗眼，不是一颗，对不对？只留一双眼睛给我。水灵，这应该不是你吧？水灵，你是被人背刺对吧？不是，谢谢。对，吃过吗？麦味登吗？有猪猪家里附近也是有分店，它的门市还蛮多的。水灵宝贝，这是你吗？这个如同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V Stage 演唱会的致敬，是不是？剩一半。谢谢你们大家，就是本频道抖内就是会有不属于我的东西出现在画面当中。对，那个不属于我的东西就是在前方那个 PON， 本频道没有的东西只要抖内就会出现，不知道为什么。对，本频道的宗旨就是精明干练，知不知道？对，那你们想要看到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抖内就有机会看到啦。好，例如现在这个状况，谢谢。对，混沌中底下水灵宝贝真的是你。水灵宝贝，你也真的是很会算，对，你已经快要变成抖内大佬了是吗？你知道怎么样可以让猪猪还是清晰的看着你们彼此，但是视线渐模糊这样子，视线逐渐模糊，逐渐糖这样子。好，谢谢你们。怎么猪猪不要欺骗自己？明明本频道的宗旨就是精明干练，不是吗？对啊。好，谢谢。吓不倒我的，对，我以下的精神力，对，来看这群前方本频道不存在的东西，我是非常宽心的，非常怡然自得的，好不好？对，这个完全不用怕，莫急莫慌莫害怕，对，不过就是几颗砰，就这样子。你家骑没多久，不在你家旁边哦，所以你们家门市的麦味登没有很近就对了。然后子杰厉害，猪猪去看流行展了吗？猪猪的流行展是安排在8月，对。然后我们看完，我会再跟你们说。对，因为猪猪有跟大小姐偷偷在另外约一个时间。对，那
反正哪一天我们看完了，一定也是会迫不及待的，就是咒骂你们。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绝对会被咒骂到很惨。好，谢谢 ZW 先生。对，然后宗旨就是愿望，愿望就是要等奇迹发生啊！长官啊，别许愿了。我相信大家对我非常的仁慈，我这美丽的脸庞，你们应该也非常非常的不忍心把它遮住，不是吗？于心何忍呢？是吧？对，我们礼拜一总算见面了，就是给点机会，让我好好看看你们不好吗？不是我才开台2个小时，别这样，让我再看看你们，谢谢。不会啦，因为像才8月初，对啊，大家能皮的时间还有大概2-3天的时间才会发薪啊，对啊，不用担心。流星闪闪看，天哪！居然有女性不惧怕流星啊！对，水灵宝贝就是不惧怕流星的，我心目中的神力女超人。屯妈也是啊，屯妈也不会惧怕流星。哦，我真的怕的要死真的是怕的要死。但是好险，不用在那边深蹲。我要再次重申，不用深蹲，实在是有够爽。对，顶多在那边是不是很像大小姐不得不屈服于恶势力了，对吧？不得不屈服于恶势力，必须在那边3小时，没关系，朱迪卡赔，反正不用深蹲，一切轻松。啊，是破西来了吗？谢谢破西哇！今天我们有3位可爱的 B 鹏鹏宝贝们的降落，有破西，有兔比，还有我们的诺诺，谢谢你们的降落。不好意思，今天降落上来，我很想开心的，就是以清晰的视野看着大家，但是对目前还看得到啦，目前还颇清晰。好，谢谢你们的降落，谢谢破西，是不是我们破西他就很知道该怎么运用政治正确的这个4个字，对，来跟猪猪打声招呼，对，破西，对，好好的教育一下他们好不好？你不怕上次没？于心何忍？不是长官，长官，你是讲你提早发薪水了是吗？长官，让我看看你们不好吗？我就不能有一天好好的看着你们吗？长官，我没有办法好好看着你们啊！不是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见面了，给点机会，不是？等一下，不是啊，店总做事留一线嘛。主要说谁做事不留一线吗？这谁都不能讲，因为讲了就得罪谁，你知道吗？我们家面线都做事很留一线的。你看，即使这样子抖内赞助，你看哦，我现在哦前方，好，你们看过去右边，我自己的左眼还是看得到一些，你们还是有留一线给我，就是在我的左眼，好，还是有留一线给我，对不对？圣仔利尔，好吧，我追一下聊天室啦。上次没打死还被跑。水灵宝贝，你要不要陪我去看流星展？好了，开玩笑的啊！你还要那个？不要，没有，我真的开玩笑的，不用特别下来，真的。对，我跟大小姐会扛着，好不好？是，欢迎降落，谢谢我们波西的降落，刚小弟刚乐哈。啊，深蹲会不会黑色流星？如果它是身价不菲的流星，爬都让它爬，好不好？请爬到我身上，谢谢。这样子也连同我身价不菲了，好不好？台湾传统命中缺什么？哈德桑，我觉得完蛋了，我觉得你被黑化了，简直完美。长官，你是好了，你还是有留一线给我，长官。做人真的留一线了，长官，谢谢。上亲戚哥会有好好的看着你们吗？我上星期有唱歌是不是？我顶礼拜有唱歌哟，我哪没印象？我上礼拜有唱到歌是不是？我怎么记得我上礼拜一直在处理那个馒头，然后我还很紧张，担心处理不好。哦，有啦，
还可以看到我眼睛啦。我们长官还是有留一线给我，对不对？做了留一线。而且仁兄你的表情，你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抖内机制有兴趣了是吗？大额小额都可以玩哦，金额越大，掉下来的这个不存在于本频道的这个喷雾是越多哦。哎，水云宝贝，对不起，我也忙到，我记得我上礼拜好像没唱歌，好像是上礼拜了啦。哎，你看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来，听的听打什么啦？不是做了留一线，是他娃什么？你看我们他娃不愧是我们年资第一古稀大佬他娃，他还是留一线给我了，你看吗？是不是？你各位今天站住的都很懂留一线，对，这就是大佬们的精髓。好，今天即使玩主播，好，也要清楚的看着主播痛苦。你们还是要留一个左边的视线给我，谢谢。这个左边的视线好清晰啊，谢谢。他娃是不是你啦？他娃是你吧？啊，接到11万，对啦，对，没错，水云宝贝，因为哇，你说足现在11万，我其实也真的是会忘记，真的是会忙到啊11万了，哎，真的11万了。谢谢你们啦，谢谢。而且今年猪猪同整的一些料理的影片，哎，也很开心，大家好像也都果然越混沌的东西，大家越有兴趣，我们的观看数真的也都还不错。笑死我啦，长官！看你笑跟孩子一样，气死我！他妈是你吧？他妈你给我出来！你们这个做人留一线的这个赞助的这个手法实在是太高端了，你们可以教一下到底要怎么赞助，可以赞助成这副死样子吗？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呢？你留下一只眼睛让我跟你们互动，我只能说真的太高端了，你们知道吗？这比高端疫苗还高端。这比我们高端疫苗还高端，这个真的是过分高端，知道吗？就连高端疫苗都要来讨教你们这个手法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太高端了。好吧，我喝口水。好，谢谢你各位高端的抖内，谢谢。对，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个下午，谢谢。好，我们在这个非常高端的时刻，我们来细算一下哈，我的喉咙在这个礼拜把它当成静养期好了，然后礼拜2跟礼拜5出任务嘛，然后猪猪见红就休。下个礼拜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听说下个礼拜1 10号跟下个礼拜4 13号有降速的问题，那这个降速是不是干脆不要开台比较好？因为是不是降速以外的时间波浪号不是不是，我们做人留一线，我像内线全没了，我像啪的一声内线全没了，做人留一线，内线去哪里了？他娃是你吧？不是他，不是啊，好诡异，他娃你不出声，然后到底是谁？还是你被背刺？到底是谁啊？做人留一线，我内线全没了。哦，水莲宝贝，降速歌回不错哎，我真的觉得降速歌回是一个梗哎，因为其实我们才刚夸奖，对我这边还是有一线哎，有没有看到我的左眼还是可以哎，我左眼还是看得到你们哎。这简直高端，这真的高端，连高端都要来讨教，这到底是怎么会这么高端？太高端了！我的左眼还是看得到你们，好酷哦！我有点灵感。有人说唱歌会那个还是那种速度变慢之类，可以，我觉得降速歌会是一个梗，可以，那些没了，不要再练哭了。长官，你笑什么啦？还要得笑，不要跟他们一起笑，他们很坏。有啦，我还是有被保留这个左眼的视线，是不是？对，我偷窥，
我要选你们臭男生偷窥。哎呀，这样看过去全部都臭男生。你看怎么都这样子哦哦，视野极佳哎，哦这个视野不错。我是夹缝中求生存主播哎，今天是我的夹缝杂谈吗？夹缝中求生存主播啊，什么县市人你有说过啊？我祖高雄来诶，我来自高雄，我是大高雄工业国的高雄猪。嘿，我自高雄来的吼，我伫咧跳舞奥的时阵，开场的时阵有讲过，我是高雄来的迪卡屯就去，我是高雄来的迪卡陈竹基，欢迎大家订阅追踪猪，谢谢。虽然说就是你们可能看不太到我，但是我现在在那个左眼的视线清晰，对，偷窥中，各个俊男美女，谢谢啊，这臭男生，全部都是臭男生，偷窥，简称夹谈什么？夹谈是什么啦？啊，长官。你看长官就这样黑起来，真的是全身是梗，你知道吗？这我觉得阿瓜是先跟他们结拜完，然后再过来加高阶的，你知道吗？这个一定要先结拜完，再过来加一下这样子。而且我要讲什么啦？我被讲啥话啦？高雄啊，港雄的哦，阿友阿雷啊，都怪哦。我想讲哦，这个看起来很亲切。原来阿罗先生也是高雄人，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的子民哦，在本频道其实还蛮多的，颇多。对，好啦，我们来细算一下那个我们8月份其实很多行程都排满的状况下，我来看一下哦。这个礼拜周表等一下就会出了哦，然后也就是说，其实8月的10号跟13号也是可以开台。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降速，可是大家可能还是可以低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会不会影响到大家低台的兴致之类的？好，夹在棚里面杂谈，夹绝无仅有的一台，而且还留了一个左方视线，前方高能看着你们这样子。是不是某种 cosplay 吗？谢谢妹夫爸爸。请问我这样是在 cosplay 什么东西呢？你怎么知道女生没有懂吗？我们水灵宝贝一定是被大佬用那个刀子夹在脖子上，一定是这样。记仇，你是从高雄登陆高雄啊？高雄嘞好吃，小猪嘞好吃。有啊，依婷也是高雄人啊。一打开这个紫色蜘蛛网，这么近。Double 老师来啊，来跑一下催泪。不啦 ，Double 老师，那机械蜘蛛网哈，再怎么紫色也没有比蓝色蜘蛛网还要再激烈啦。年代感飘出来，那个蓝色织网的剧情多激烈，我这个不过是紫色蜘蛛网，好不好？老师，我现在还是依稀看得到你啦，好不好？看到我们 Double 老师，我像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朱迪卡，好不好？降速只是YT 又在转了哦，是我在降速哦，好，那还是可以开台了哈。主那天可以合理杂谈了，好哦，小喵喵，好，那天我觉得还是可以安排我们的配型，或者直播看起来有什么就是很多就是怎么样8bit 那种感觉，对不对？速度慢。好了，我们体验一下就是降速的这个环境的配性，好像也不错。对，又是朦胧美。而且那天因为是降速，我们非常非常适合用8bit 来开台，对，用8bit 的75C，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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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银河降速嘛，大家看起来那个颗粒都很粗这样子。玫瑰同龄这样，水灵宝贝，你这么年轻，怎么会知道我的梗啦？对，梦优，我今天又是一个朦胧美，谢谢。然后像45路是蓝色。这个很懂 RGB 或者是那个什么 CNYK 是不是？对，很懂哦。好啦，我们来细数一下我们可以练歌的时间。等一下哦，我像喉咙休息的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虽然说10号不是断网，对不起，10号是降速，但是那一天我有安排我们福利熊 N 次的2颗蛋糕要给我们就是制作团队的2颗蛋糕的制作在8月10号所以那天应该不开台。
然后8月11号又是一个录音的行程，所以11号是北上出任务录音，然后12号可能有台语的一个配信，然后13号我们来玩一下全民降速的这个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可能8 bit 好的一个音效下面可以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对，然后哇，下礼拜超忙14号又是一个大型台语联动，然后15号虽然说活动还没公开，但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联动，对，然后那这样子我可以练歌的时间，我觉得可以再好好的来练一下歌曲的时间，大概就8月17号吧。好，然后18号也是出任务，19号也是台语配信，然后20号也可以来练一下配信一下，21号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啦，还是有一些机会我觉得大概差不多要好好的把唱歌的部分定型，大概是在8月17号那一周开始，因为17到22我算是有一些就是8月份整体的这个年度活动收尾了，因为8月22号就是 VTuber 学术交流讲座结束，我当然我会把这个学术交流的这个算是统整到我们的企划书里面，然后8月24号也是出任务，那25号开始就要做金米奖的企划书最后统整，以及我们最佳演唱歌曲奖到底要投递哪一首歌，对，所以可以好好的练歌，我们就安排在8月17号的那一周了。哇，时间过好快哦！哇，我的天哪，好，大概是这样子。水灵宝贝很爱看，我记得水灵宝贝有分享过喜欢看什么蓝色蜘蛛网、蓝色水玲珑之类的，玫瑰同林眼，对，然后泽野先生厉害，警视剧场也不错。对，警视超好看，那是谢祖武就是在警视台湾啊，对，天哪，警视剧场你们没讲我完全忘记了哇，太棒了，本频道观众果然就是熟知这些非常非常本土的这些电视梗，真的好怀念哦。好，对啊，所以很像我觉得可以练歌的时间不多啦，但是我觉得稍微也还好，我觉得其实可以练的时间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少你看8月17可以唱，19可以唱19不能唱，20可以唱，21也可以唱，对啊，就这样哼哼唱，真的是唱到8月底再来决定到底要投哪一首。但是我觉得林林总总跟大家讨论下来，以及跟大宝老师讨论下来，我们可能会先就时间不多的状况下，我们先精雕细琢的大概有2首歌去做选择，第一首是新不了情，然后第2首就是眼泪记得你，对，我们就以这2首歌再去精雕，然后接下来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有机会唱得更好听的唱法，这样子。还有蓝色变色龙，哇，你们还记得？天哪，因为他名字换过很多版本，其实猪猪也一下也记不得，对，一直记得那个在废弃场的冰箱。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从我这个视线看出去，汤娃，你说那个废弃场的冰箱是什么？废弃场的冰箱是什么很可怕的什么东西吗？对啊，我想，汤娃，对，很好，有留信给我看你的，我怎么不知道废弃场的什么冰箱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恐怖的话，可以不要告诉我，对不对？对，可以不用告诉我，因为快要农历7月了。快要农历7月了，我记得好像国历的8月，今年是国历8月13，像是鬼门开吧？大家乖乖哦，不要去山区跟海边，对，因为猪猪还蛮信这个的。那个好像很可怕，那不要，猪猪这个就是这个猪猪可能就不太敢探讨了，对，好可怕我天哪，亚美乐不要，亚美乐好可怕。
你们那个谁可以先帮我把那个前面那个视线淹没掉吗？我这样子对对，我不敢偷窥了，谢谢。我觉得偷窥出去我会出事标，已经暗送出了。大哇，你帮我把前面的视线补掉，好可怕哦！现在我宁愿被碰淹没，我也不想对去面对你们到底在讨论些什么，太坏了。对啊，这些东西我就是不敢哎，而且其实进入农历7月前后啦，就是通常都会收到一些就是什么恐怖故事的联动邀约啊，或者是恐怖故事的一些活动邀请啊。这个猪猪完全就是真的是无胆之人，只能就是跟他们讲，我真的很谢谢，很感谢看到这个邀请，可是我真的胆子太小了，真的没办法，胆子真的是天生就是无胆啊！出生的时候屯妈没有生胆给我啦。棉被衫跟枕头衫可以去吗？可以。把棉被衫跟枕头衫都给我，谢谢，非常需要。对，超级可怕，就是一只无胆蜘蛛。对，可是这只无胆蜘蛛今天就是对，虽然说前方视线又模糊，可是在于生理期跟感冒的夹击之下，很开心，还是可以跟大家度过这个非常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下午，谢谢。上礼拜趁鬼门开，哦，是，对，那这一阵子啦，其实鬼门开之前，我觉得尽量就少往海边跟山区跑了。又是一年一度祭拜老鼠的老鼠。长官，为什么是祭拜老鼠？有这个所谓的习俗或者是什么仪式，猪猪不知道的吗？鬼门开要祭拜老鼠，为什么？我怎么不知道鬼门开要祭拜老鼠？我先喝口水。我今天大概陪伴大家到大概2点差不多，也可以稍微让喉咙休息一下，然后我可能继续去忙其他事情，然后快点把那个周表出去这样子。长官，为什么我知道白老鼠实验，但是你们我懂了，因为实验室真是牺牲掉太多白老鼠了，所以你们只能悼念他们，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好，这是1年1度长官跟就他手下的老鼠亡魂忏悔的时节，这样子。1年1度，这是什么澎海？等一下，吴贤，你是被盗章好吗？吴贤啊，你这个善良的女面线，怎么会打出 PON 这3个字呢？这不科学啊！是哪位面线哥哥教坏你了，对不对？没关系，你就明确的指认出来。好，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好，猪猪姐姐会帮你的，快点。我们人证物证都在这边，你看我这边有个缝隙，对，姐姐会看清楚你指认谁的，好不好？对，姐姐这边还有缝隙，好。夹缝中求生存。感谢他们对人类的奉献嘛？对，真的要万分感谢这成千上万只的白老鼠。真的有了他们的实验，我们才得以过更好的生活。真的要好好谢谢，好好悼念这些白老鼠啊，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长官，你是因为已经太习惯你的工作了，所以才有办法笑着讲出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吗？长官的笑容真的是有够天真无邪的，就是天真无邪的情况下，他都很可以笑得很天真，然后形容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是因为工作使然吗？你工作已经很麻痹了，所以才有办法笑着讲出一些这么可怕的事情，这样子。好，对，壮观，对，这个你说我前方这个澎海嘛，好壮观，对，谢谢大家今天又让猪看到这个无限壮观的澎海，对，今天又被淹没了，真的是倍感欣慰，对，然后也感谢你们大家还是有留一线给猪猪。好啦，我觉得时间大概差不多了，我们
就再找一下降落的地点哦。希望喉咙的状况就按照现在的这个状况，不要再恶化吼，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年度什么最佳演唱这个还没丢出去，在丢出去以前，快点把声音养好，才有办法再好好的练歌。我们先设定好降落的地点吼，看一下。好，今天开台的朋友很像可能不是这么多，我们去找茉莉酱。好，设定好去找茉莉酱。来，猪猪，是悼念哦，不好意思，我想起来了。谢谢小喵喵老师，是悼念哈。对啦，是悼念才对啊。好，我希望今天的精神力不要我觉得100%马上就会忘掉，100%真的。玉子吗？你猜？我感谢你哦，玉子，谢谢你们的赞助哦，感谢你们的赞助哦。做人留一线，看留这一线给我。对，我前方只剩左眼清晰，我这样像视力检查，你们现在给我摆一下那个1往上往下，我要左往右测一下视力检查，好不好？用这个澎海测视力。所以宝贝，我们现在来测一下视力哦。我们现在对做人留一线。对，我们像这个只留这个左边的视力，他们很关心我左眼视力像这个这个是上，对，这个应该左这个这个也是上，这个也是上，下一个好小哦，下对不对？下不是，怎么越来越小哦 ？shit， 这个。随便啦，左边啦，这在左边，越来越小了，救命！我看一下完蛋了啦！我觉得我闪光又加强了呢。随便啦，上啦！恭喜视力有1.0吗？我全对，是不是？水云宝贝，我觉得刚刚那一段可以剪精华，谢谢，配上那个视力检查。你看，我们大佬都喜欢用那个迂回的方式关心我的视力，这样对不对？因为主播长时间开台盯3C， 他们就担心说，猪猪你该检查视力了，我们来检查一下这样子哦。你说我们家面线那种熟男们的关爱真的很迂回，你看，什么绷带，气死我了！你看，就切开来是黑的，然后长官就如此这样子。对了，我在讲话，店总，我看得到你，店总是我，真的是我在讲话。真的是我，喜蛙，你有看到我吗？店总，我右边的眼睛，你们还认得吗？你们还认得我右边眼睛吗？我即使化成灰了，你们还认得我右边眼睛，对不对？化成灰，好吧，你们也辛苦了，感谢陪伴猪猪2小时讲干话，耶！他好看你笑得多开心。等一下，康荡哥，你那个有点好笑。你那个，那个好好玩哦，康荡哥这个好好笑。康荡哥，你那个可以，康荡哥这个可以比。康荡哥左边数来是右左上下5下完美。不是玉子，不是我上方的猪脚留给我不行吗？谢谢做人留一线很好，我上方的猪脚跟我的左眼视线还在。对，很清晰，谢谢。对，玉子，什么鬼？我只记得我今天是带着就是病恹恹的声线跟这个生理期夹杀的这个氛围，这是为什么今天对还要夹缝中检查视力？而且康荡哥这个好有梗康荡哥这个不错。我要只剪风机哇！我的鸡皮概念明明很多，对不对？Y先生，刚刚那臭男生，我们家臭男生都喜欢用迂回的方式关心主播，不是就是猪猪你给我吃，
或者是关心其他主播，猪猪做给他吃，或者是关心其他我的好姐妹，猪猪做给他吃，对，或者是猪猪检查视力，猪猪，对，我现在真的在检查视力，谢谢大家。什么你好了啦，气死我！右边卡好了，只差最后了吗？左边吗？左边吗？没有啦，你们大部分人发薪都还没发薪啊，左边想卡没这么容易好不好？对不对？虽然说我跟你讲，左边大概几百块应该就有办法卡好卡满，但是你要看那个棚有办法下到左边哦，大家加油！只差左边的这个是信号，知道吗？他总给你各位的信号，对，做人留一线，日后看。大姐，我就是你去困啊！讲大姐，你这句诶，我想到咱瓜总静静在讲诶，你这句话让我想到瓜总之前讲过说，他还小，别放过他。哇，同样的道理耶，我们家大佬中思考模式很一致诶，都是熟男的关系吗？可问要500会刚好满了，是不是？哎呦，玉子。没关系啦，没有满无所谓啦，做人留一线嘛，对不对？你们根本薪水就真的还没有发出来，不用勉强啦，是不是？后面好花哦，这表猪猪在皮都啊，可以 ，YF 先生可以，这个土味情话给过，很可以给过哎，谢谢。对，虽然说画面真的是，对，逐渐很烫，但是我很开心，在今天的这个下午。变成了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杂谈之外，对，然后我们家面线也用一个非常迂回的方式要猪猪注意视力。对，我们刚才不就一起检查视力了吗？检查视力的方式真的是只能说这个康荡哥给了一个非常神奇、非常有趣的例子。等一下，为什么那个棚还要滚下去啦？谁叫你滚下去？你们干嘛看左边那个棚能滚下去？怎么回事？好好待在那边，不要滚，看起来很好笑。好，谢谢。对，夹缝中求生存，然后 AKA 关心猪猪视力的这个关怀杂谈吗？对，谢谢你们关怀猪猪的身体，也关怀猪猪的视力，而且大家非常仁慈的，我后边的公妈吼嘛无炸到，真正是就温柔的，就灵素的，吼。真是猪猪非常感谢我们家熟男们，真的是很会玩，就再怎么玩也不会玩到我们家的主线排位。对，他们知道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供奉，对，不能被挡到视线。好，我们本频道主线排位就在您各位的右方，我的左方，非常神圣的供奉在那边。那我们家的主线排位基本上有事情万事问主先。好，你有下面代志，跋杯问公妈就对啊。好，今晚我脑等内无松快，所以今晚唱歌。是讲我今年的这个金美奖，金美奖的这个歌，爱投倒一首歌，伫咧月底时阵，咱过来做伙，跋杯问一个公妈的，问一个祖先的，甲阮讲啥？阮的米线，真正拢是好米线哦。我觉得我刚那一段应该是要改成嘎叽里亚狂想曲的，对，但是想要算了。谢谢大家，这算是一种视力眼吗？哦，对，对，这该怎么说呢？这个对，的确是检查视力，但是你说猪猪视力眼嘛，随便啦，都可以啦，随便。好啦，谢谢你们啦！明明还没到发薪日，也可以把它玩到这个，怎么回事？万事如祖先吗？店总，我们这个不要说如我们卖公如小小哦，那是问代志。咱是请教一个，咱是请教，咱是问一个代志嘞，不是愈小小，所以虽然讲我真正都在愈小小，不对啦。我们这个不是儒啦，我们这个请教，我们这个询问，这个礼貌，对不对？嘿，虽然说我每次问起来就会很儒这样。好啦，我们月底，对。真的是月底，8月底真的有机会在，除了跟大家讨论一下到底要选眼泪记得你还是新不了情之外，当然我还是会除了撸大宝老师之外，也会再撸一下我们的
祖先们好不好？三方撸下来，看说撸下来是不是大家都有共识这样子？对，三方三方都撸一下这样对啦，真正冷掉啊！谢谢各位大德，感谢各位非常高端的赞助。做人留一线，你们都非常的高端，而且还隐约的提醒我该检查视力了。谢谢各位面线们，我会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视力。不是卢世清的，不是嘞呀！我不，你跟我别讲，一看都是臭男生。我要转场了，我不要理臭男生了。谢谢大家，感谢你们今天又把砰点好点满了。好，それでは間もなく無理さんの無理さん無理。今仔日講話嘛無啥物清楚呢。それでは間もなく無理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咱伫咧講到伫咧咱的無理的病道啊啦，下好咧安全帶，知無兄弟啊？请系好您各位的安全带，我们要即将降落到無理的頻道咯。謝謝你們大家。對，三路開泰，這個三路開泰真的是好磕巴，但好好笑。謝謝大姐三路開泰好，對我們這個月我們就來三路開泰一下，謝謝。好，謝謝你們，對，辛苦了，你們也辛苦了。大家拜拜，大家平安哦。明仔載D卡有工課要做，要開台，然後週表等下豬豬快點整理給你們哦。拜拜哦，拜拜。